自己的房子啊。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邀请各界推荐台语台资议委员候选人，推荐时间自即刻开始到9月7日拜5下晡6点为止。无论是实体批还是电子批，拢一定要注文给公司基金会秘书室王专员。更较详细的内容，会当来公司也是台语台的网站查询。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8月26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柯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风台苏拉已经正做中度风台，目前在咧菲律宾东边的外海，下礼拜3、拜4会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今仔日台湾周边发现32架次中国军机，8架次的中国军舰正做半包围台湾状况，外界认为中国想要突破第一岛链。前日新增发生40岁男性甲妈妈受冤家杀一个弟媳妈妈滑倒死亡的案件，目前警方以伤害致死罪嫌来侦办。桃园县关心第9号风台苏拉，今仔日透早已经正做中度风台，目前当咧菲律宾东北边的外海。气象局估计后礼拜2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无排除会为台湾东南部来登陆。后礼拜3、拜4会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农民将文旦采收落来，随之真紧增箱。婚姻到了上出名的文旦，以前拢是伫27节气白露前后采收。今年因为有轮季，加上天气烧热、水气足，文旦提早成熟。有农趁风台来进前，赶紧采收，以免先回去了。就是说台风要来嘛，就刚好是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是说，在台风来之前就采收起来，这样强风到的时候就比较不利，采收比较困难一点。第9号风台苏拉来到真凶，日落透早增强为中度风台，目前由安伫菲律宾东北方的海面咧西，依照气象局落山方向预报，未来可能会为东南部登陆台湾，上近后礼拜2都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后礼拜3是东北部爱严防大雨。依照这个路径来看的话，最快可能在下周2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话，可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还是取决于它未来的路径比较偏南、偏北，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各国风台路线预报有关预报讲。有计后礼拜2了后才会较明朗。气象局讲，陆续警报敢是发布，也爱观察。确定的是，苏拉风台也在增强，风台眼渐渐清楚。有计后礼拜3是会是上挖进台湾的时阵，民众爱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方继续侵扰台湾。国防部在是伫台湾周边发现32架次的中国军机，其中下过海峡中线，阁有延伸到西南、东南、东北空域的军机是达到20架次，军舰部分有9架次，叫做半包围台湾的状况。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表示，中国当咧暗算进一步掌握因伫东南空域的影响，想要突破第一岛链。
中共反制美方对台军售，最近特工侵略台湾，26增加力量。国防部宣布侦察强机32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甲伊的延伸线进入西南、东南甲东北空域有20架次，共9架次，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来反制，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批评中共一直切持台湾的底线，想要介入总统大选。用无人机以及舰队搭配反潜直升机这样的组合。那军方除了掌握以外，也要思考一套符合比例原则，避免耗费我们国军资源过大的因应监控之道。观察国军发布强军的动态，中共 TB-001无人机、BZK-005无人机飞越海峡中线北平，一路向南挖军人东北空域；一只运备反舰机对海峡中线南平飞往东南的空域。3只军机飞行的路线形成半围台态势。专家分析，中共目的掌握东南空域的制空权，对中共军舰突破第一岛链有帮助，自由出入巴士海峡。而中共无人机侵略台湾已经常态，也引起日本的注意。将来中共的这个战机、航空母舰以及它的军舰，甚至它在水面下没有发现的潜舰，都要从巴士海峡做进出，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孔道。日本的自卫队也有侦获这2架中共无人机，就是穿过这个台湾东北宫古海峡，它第一层外部有轰炸机展现它阻绝外力的这个能力，第2层就是由它的电侦机、无人机进行就是向台湾的包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指出，共军2架轰6轰炸机25早起通过沖縄本岛甲宫古岛中间，无人机也飞越沖縄甲那国岛甲台湾中间。日本防卫省赶紧派战机升空，研判中共扩大军事活动范围，继续加强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成功一只渔船金风1號，昨經過台東風里的外海時陣，油管破氣失去動力，互大鷹搶到海沙堡靠搭。船長是緊急向台東區漁會尋求幫助，加在船頂5個人攏總無性命危險，但是因為風影傷大，一度是險險並船。下晡晚調了後，是出動救援漁船甲海巡人員活8個人，佇暗頭5點外時陣登去復工漁港。這隻漁船規隻徛佇沙堡頂面，這隻台東成功級嘅金風1號，海鷹一直拍來，船大鷹拍來，船身一直海震動。漁港趕緊用絲襪救條咧，想要甲固定，也毋過風影實在傷大，絲襪根本救袂掉，直接轉去，船體也根本變去咯。無想到海鷹愈來愈大，這波大鷹和漁船規個是並一並。漁港趕緊跳船，而差點互海鷹因砍掉咧船長，這時陣趕緊爬出來。海巡人員看到了後，緊去甲伊救掉咧。油管破失去動力較擱淺嘛？係啊，油管破較拍入來，鷹較大較拍入來。金風1號25飛去太麻里外海作業，26透早要轉來復工漁港時，佇風里外海失去動力。直接互大鷹衝到沙堡靠搭，透早4點外，台東區漁會接到救的電話，相關人員趕緊出動來救人。船頂5個人，其中有3個外籍漁工，有1個人弄到物件受傷，加在是無性命危險。剛才人到安啊？人今仔一個外路受傷，先送醫病院。因現場浪況過大，後續怪手實施第2次嘗試拖帶，仍無法脫離。漁護軍作業的其他的船隻原本是要換軍協助拖船來救援，也毋過風影傷大無度。下晡3點外，多隻支援的漁船到位，海巡人員騎水上奧多擺換粗索，互救援的船隻會使對海上解倒拖，加上佇岸邊的怪手，甲海沙挖開，將近900人合力協助。金風1號順利佇暗頭5點外，脫離沙堡，拖往復工漁港去修理。記者綜合報道。新北市新增發生死亡案件，一個姓吳的40歲男性，昨早時感覺伊媽媽因為買早頓燒完雞，就殺伊媽媽，結果跋倒頭去弄到玻璃門。男主角是無代誌，就出門去，落尾伊媽媽是暗頭的時陣是無爽快，送病院也是死亡。案件目前正咧調查，目前警方是以傷害致死罪嫌來偵辦。
救护人员甲探家塞来巷仔内底，因为接到通报讲，互人身体无爽快，甲人赶紧送病院，也是不治死亡。就连警方也到现场以刑案来侦办。现场风势线扭起来，这个死亡案件发生伫新北市新庄。警方调查40岁姓黄的大汉后生，25早起9点外，甲老母冤家，无细力甲伊杀一个。结果老母徛无在，头壳弄到玻璃门。伊甲人扶来休困了后，这个后生就出去外口。伊到下晡5点外，细汉后生转来，看到老母伫个病床顶哀哀叫，赶紧叫救护车。然过送医的中途就失去喘气甲心跳。不符合资格去安置啦，然后靠家人在照顾，真的是一个压力啦。去看到的是，真的受伤蛮严重的。应该他本来就有生病了吧？他救护车来载好几次了，把他儿子很好呢，儿子对他很好呢。不可能啊，他孩子很乖啊。死者几年前被中风，行动有一寡无方便，拢有囡仔伫照顾。相关单位因捌接到家暴的通报，也毋是高风险的列管。不过这摆冤家查某人讲要替老母买早顿，问伊想要食什么，伊讲无想要食，有时则一时的情绪激动。警消到场后发现曾姓妇人左眼有红肿，双脚有擦伤，并陷入昏迷，立即将妇人送往亚东医院救治。人于当日晚间18时58分许，经医院宣告死亡，依伤害致死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虽然这个死者的护理人详细死因有待详验，不过警方也甲专案依照伤害致死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瓦格纳用品集团的领袖普里戈金传出因为无人机失事死亡。国际社会质疑这是总统普廷计划的。罗西亚25对外否认这个消息。另外，根据英国、美国的情报，其实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普里戈金真正已经死亡。俄罗斯圣彼得堡25出现怀念瓦格纳佣兵团领袖普里戈金的民众献上鲜花，悼念这位被看作是俄罗斯英雄的人物。俄国民航局指出，23发生伫莫斯科附近的飞机失事意外，机顶10个人全数罹难。而普里戈金甲上重要助手瓦格纳共同创办人乌特金拢伫社客名单中。不过，英美的情报都显示，即阵也无确切的证据证实普里戈金已经死亡。Our intelligence suggests that Prigozhin was most likely on the plane. We don't know whether he was physically on the aircraft or not. He certainly knows now that Putin is intent to kill him. And so he will be careful whether or not he was on that plane. We cannot trust anything that the Russians release as fact. They will put out whatever they want to put out, regardless of whatever it is that they find on the ground, who the bodies are, what the black box says. 国际社会一直传出是普廷策划这个暗杀普里戈金，保护伊伫6月对莫斯科发起军事叛变的行动。也有传言讲，这坠机事件是普里戈金自导自演，互家己会使全身而退。克里姆林宫第25经由发言人对外否认甲坠机事件有所关联，并且批评西方国家的猜测拢是白猜。成功调解兵变计划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讲，北京告普里戈金爱小心家己的安全。甲普廷友好的卢卡申科也讲，相信普廷甲这个飞机失事是无关系。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尔克是分析，瓦格纳佣兵集团确定已经真侪历史，俄国会成立新的佣兵团，以便直接来管理。俄国已经找到失事飞机的乌阿爸，也展开10具遗体的 DNA 检测。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西班牙警方25宣布破案史上上大件的毒品 cocaine 走私案件。警方甲海关人员伫咧南部的港口查到一个载金属的货柜，内底有9.5公吨的 cocaine。相关单位已经判欧洲特定的几个港口可能已经加做走私毒品的转运站，加做犯罪集团新的走私方法。西班牙南部阿尔赫西拉斯港的缉毒人员无用咧拆抓箱仔，原本应该是台湾金蕉的箱仔，下面藏几层底有具可见装的鸭肉。西班牙警方甲海关人员23伫一只厄瓜多金蕉货轮破获总计1080盒的毒品装，当中约9.5吨，是西班牙史上上大件的毒品走私案。
西班牙毒品组织犯罪官员指出，这只为厄瓜多出发的货轮原定前往葡萄牙，停靠西班牙时轰炸落来，为查获的毒品量来研判。欧洲特定港口已经加做走私的固定中继站，无欧洲来自巴尔干半岛有无甲欧洲犯罪组织接触。No podemos dar muchos detalles porque la operación sigue abierta. Como ha comentado Vigilancia Aduanera, se trata de una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relacionada con el cártel de los Balcanes. 多好是2018年七道单位也伫同一个港口破获达到8.4吨的古柯碱，也以金蕉货柜作为暗号。这摆破获的古柯碱种包装顶面印有无共欧洲犯罪集团的商标。七道单位指出，这已经加做新形态的走私路线。Podéis ver es que hay más de 33 logos diferentes de los paquetes de cocaína, lo que supone que lógicamente había varias organizaciones que invierten en la misma operación y que lógicamente también en Europa hay distintos destinatarios, grupos que lo que hacen es 最近几年，厄瓜多加做南美洲毒品走私的网络中枢，有哥伦比亚甲秘鲁的会员，佮加伫太平洋地区的6个港口布线。厄瓜多国内的犯罪率也因为毒品事业猖狂来升悬，今嘛出现欧洲甲北非的犯罪组织和各国的缉毒单位真头疼。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在时是到台中的大雅，讲到台湾面对外国的威胁，应该爱团结。因那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是到嘉义梅山，强调反台独、反一国两制的立场。落尾，民进党的参选人郭文哲在时是到嘉义参加后援会的活动，参支持者开讲。不算声无停，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透早来到台中大雅，今日市场一直爱手小酒门，刷落来进入永兴宫参拜。伊致辞时表示，若顺利当选总统，第一关心基层民众，第二打击禁毒品甲诈骗，佮较会守护好台湾的主权。这场的选举上重要的，就是守护台湾的主权。因为有主权、有所有权，咱才有法度人自主决定家己的生活方式。当选者一直响的，也佮有嘉义梅山的玉溪宫外口，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下昼来参拜。访问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来等伊电话，伊表示会有上好的安排，强调全面的期待绝对需要在野大团结，伊会坚定脚步，佮一处讲出家己的两岸政策。我的两岸政策足清楚的。反台独、反一国两制，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做代志。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来到嘉义参加选择自由会成立，有民众问基本工资提悬，也会连带提悬生活消费，爱安怎应用呢？几年前1000块可能可以1个礼拜，但现在大概2、3天1000块就不见了。对啊，其实通货膨胀不是问题，高房价也不是问题，是你薪资涨得不够快。下昼郭文哲到台中访问到甲国民党嘉义市玉进展，伊表示无着急。面对南北河，敢有机会？伊回应最后决定的是人民。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查到台中甲云林的私分工厂，发现10公吨的薰草甲各种的假石头啊，计算价值超过2000多万。海巡署表示，私分工厂卫生条件歹，产品也无法度保证安全，搞影响民众的健康，已经函送云林地检署甲台中市财政局裁处。海巡人员冲入厂房内底，全拢是做薰的工区。海巡署警方分署台中查缉队这个月中旬接到情资，有不少业者以做肥料用途的名义，合法进口歹品质的薰叶，伫台中甲云林设立私薰工厂，当中查获10栋薰丝，大约当造成52.6万包的薰，值达2000多万。在云林县东势乡及台中市丰原区查获试验工厂及本国籍嫌犯3名。越南籍脱逃移工1名，与下脚料烟丝玉10公吨，卷烟成品3箱，铝箔包材、香料、酒精及制烟机具1批。海巡署另外也查获私薰工厂裁切光薰包装包布相关制定仪器，全部陈列伫礼堂。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甲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日来亲自出席破案记者会，宣示政府打击私薰的决心。那我们在去年到今年已经查获了10个试验工厂，那10件加起来有大概335万包，单单烟品健康捐就逃漏了大概2亿元。那所以我今天特别来鼓励
我们的海巡团队，经常很难被看得到，但是今天终于可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海巡署表示，疏分生产环境，静卖垃圾，卖品质分析，较会担心。分品内容物质也不明，影响民众健康真大。专案以违反分酒管理法，函送婚姻地检署甲台中市财政局裁处。记者综合报道。国中国校啊，后礼拜三就要开学。今年专任教师大欠，未少代理教师因为安尼考到正式的教师，直到变做因原本踮的学校代理教师无够格。以台北市为例，目前有70间学校等咧招代理教师。教育局讲，若是开学了后，要是有欠代理教师，会由校内老师会敲重点，也就是加班加课来应用。全国中小学8月30就要开学，幼园有真侪学校咧找代理老师，来到教育部全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选聘网，有968个公告，设定国小甲伫咧台北市工课有82笔，哇，70间学校咧找代理老师。第2轮的第5招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招啊，就是今天没有人来报名，就继续招啊，招到开学为止啊。市中心到山区的学校拢咧欠代理老师。台北市和平实验国小因为学制无同，25已经开学。校长讲，前3天总算找到6年级导师的代理老师。我们到第7招才考进来。6月底就开始在找老师了，透过各种的人脉啊、关系啊，然后去敲门啊、去求啊。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今年代理老师欠真多，主因是教育部要求各县市代理老师的比率袂使超过8%。各县市有真多专任老师的课，台北市较早来办理教师遴选，有考到报到的老师了后，是录取故乡的学校，选择转去。如果真的到开学前还是找不到，学校应该会让校内原有的老师，就是先做超钟点。譬如说，他每周19节课，可能要多上个2节。台北市教育局强调，若是找无代理老师，一定是让学校原本的老师来敲重点，未出现无老师上课的状况。已经提醒学校做好课务调整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前空军第34中队乌叶堡中队成立72周年。现在是新竹的乌叶堡中队文物馆，就是因过去的营区。最近来自全台各地的队员是回来这个所在，做伙纪念一寡过去的记忆。看到过去的相片，迄蝙蝠成员心肝内拢是满满的回忆。高着炮，就滴滴答答，就像那个烟火一样，这个是放烟火一样，哗，看得非常的可怕。还好我们飞机上装了好几十颗子弹，没有中到油箱。要中到油箱的话，就完了。我们这个任务夜间出动，就像蝙蝠一样，我们上飞机天都打下来，什么符号都不存在。迄蝙蝠中队过去主要负责对中国大陆地区空投、侦察等等重要任务。在民国41年到61年期间，总共牺牲100多名的成员。3师队当年他们损失了18架180几个人，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国家责任荣誉啊！后来黑猫也是延续这个，都是国家责任荣誉去做任务。你一定要去，但是你会不会回来不知道。今年是黑蝙蝠中队成立72周年，来自台湾各地黑蝙蝠队员拢回来到新竹，这会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有这些的前辈们在，所以让我们能够享有这个安和乐利的稳定的国家跟生活。甚至于我们国军可以更强大，我们可以更能够在我们的战备还有我们的任务上面更能够持续的精进，这都是有赖于前辈们的努力跟建设。黑蝙蝠中队过去所使用的营区，目前已经变成黑蝙蝠中队文物馆，内底展出成员所使用过的珍贵文物，以及黑蝙蝠中队过去的历史，让大家更加了解因过去的牺牲奉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食到尾90岁的出名歌戏艺师洪明雪老师，
2018年，和新北市政府登录做传统艺术保存者。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去年为伊出一本有声册，记录伊甲小妹洪明秀姊妹仔的歌戏故事。今日团结中心特别邀请洪明雪老师来甲大家分享伊的歌戏经验，咱做伙来看卖。因为我已经老啊，我搁几个月啊，就90岁啊，早伫我这来退啊休哦。歌戏艺师洪明雪灵感一来，就随表演一段，展现累积一世人的歌戏功夫。除了唱给观众听，洪明雪也分享以前科技也无发达的时阵，戏班安怎展现火烧红莲池的场面。那头前就是布的，要甲放火烧。啊，即摆吼，阮内面的布景就是一边哦，拢用盐片的。是。啊，盐片就是用咱的面啊洗咧。啊，再用咱的乌豆仔迄落油啊，用甲高咧。啊，再用迄落咱的点芒啊粉迄啊，用迄甲武器，啊火就拢规个倒起来。洪明雪是台湾出名歌戏演员，为细汉就开始学戏。2018年，新北市文化局登录做歌戏保存者。去年底，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也为伊甲小妹洪明秀出版有声册。团结中心表示，现在是因在进行传统艺术保存计划。会保存这个传统艺术的记忆，还有人的记忆，因此我们有个口述历史。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5位的艺师呢，已经加入我们的口述历史的行列。团结中心表示，这个计划已经有85个艺师，有来自歌戏、布袋戏、传统音乐、阵头等系。现在是也当咧启动所谓保存计划，计划用360度影像记录的方式，把每个艺术的技术拢保存落来。记者郭长随台北报道。明仔日天气好也歹，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高岛地区26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伯君。稍等来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厝价当年起价，看海争夺长枪的建筑业，煞面临欠工的困境。晒日头啊，流汗啊，讲到歹听就食苦啊。因为少年人惊辛苦，大家拢要坐在办公室内底吹冷气。工地是热高甜头，不过一群少年人煞去做无共款的工班。我想要打造的团队，第一上班袂使食酒。上班拢爱穿制服，互人看到阮团队价值伫对，阮的技术性伫对。希望穿嘛是帮无工，因唔惊艰苦，勇敢行出家己的路。我出来学新的物件，传统我嘛会晓，我以后的出路较济。我的梦想就是在这边工作到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啊。因为青春，所以有梦。逐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
9月7日开始，拜四下晡5点半，我，特地公司台语台。你永远都学袂晓海鸥的方法。你要去海鸥学校？我是海鸥啊！呵呵，你这不是。帝国古里的身躯，流了又搁细一个石鼓，你是一只乌诶。不过我是海鸥饲大的，伊连徛都徛袂知。那袂跟阮做伙，有机会才讲啦。